对，是哦，伊爱食爱食糖。爱食糖哦。我的武器是无啥物。飞去是啥物？飞，伊样飞敢是？鸡炸。上大型的飞龙。好，好，OK。无啥物武器，伊就是上大型的飞龙。好好，啊，搁有。啊，我这来，后来。我爱食鸟仔龙，我爱吃。食啥物？爱食啥？伊遮无。伊爱食伊啥？遮无鸟仔呢。伊爱食鸟仔，啊，你就是肉，你就放肉就好啊。来。肉。好，啊了咧，你搁了。我的武器是手药吗？手药。为啥？喙。是啥物？金枣。金枣，嘛是金枣，哦嘛是金枣。妈妈拄了伊，妈妈拄了伊拄着迄个鸟仔，伊袂紧走，其他拢会紧走。好啦，啊，过来这是啥啊？我是安吉角龙，我爱食草，我的武器是。马记，唱诶。头壳。好，啊，过来咧。来，这个人是啥啊？阿武。啊，我是阿武，爱食啥物啊？菜哦。我是阿武，爱食啥？来。爱食啥？我是阿武，爱食黑人。我的武器是。甲武器。钢炮。再来，这是啥物人啊？丸仔。我那爱食啥？我会我那爱食啥？蛤蟆，阿武蛤蟆会倒。蛤蟆会倒。丸仔，你的武器是啥？喙齿。喙齿对，较敢有喙齿。迄边敢，迄免听，迄边敢有喙齿。姐姐敢有喙齿，迄边敢有喙齿。唔惊。喙齿，好，啊，你搁念，我是丸仔，我爱食蛤蟆，我的武器是喙齿。OK，good job。